凡你手所當做的事，要盡力去做，因為在你所必去的陰間沒有工作，沒有謀算，沒有知識，也沒有智慧。你隻手有冇揾到當做嘅事呢？朗文詞典對於機會呢個詞嘅定義係做某事的時機，或者對你而言係易於行事嘅時刻。如果你揾到啦，請記住，機會唔會永遠存在。教會中嘅每個人都有機會行事噶。當你活着嘅時候，就係喺度做緊死後無法完成之事嘅機會。參加教會聚會，聆聽上帝嘅話語，係我哋向耶穌打開心門，向佢委身嘅機會。身體嘅健康係參與全福音嘅機會。聆聽呢一個信息，乃係為上帝國度拓展奉獻嘅機會。呢啲機會並唔會永遠存在，讓我哋將現在視為特別嘅機會啦。喺力所能及嘅範圍內支持聖工。終有一日喺基督復臨嘅前夕，好多人嘅財產將會再無任何價值，甚至會被沒收。我哋可能會喺憤怒嘅暴民面前逃難，並要撇下一切。到咗嗰陣，凡係未投資喺上帝嘅聖工上嘅，都將會永遠失去。當我哋歸還11同埋承諾奉獻，即係定期同埋有系統嘅奉獻嘅時候，願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